究竟路衝係迷信啦，定係有科學根據嘅呢？好多買家都會介意對住大直路嘅路衝。喺風水上面咧，路衝話會有煞氣啦，唔聚財，令到家運唔穩定等等等等。咁其實如果用科學角度嚟解釋嘅話咧，都係可以解釋得到。條路啊，直直咁對住你間屋，車流多，噪音大，而夜晚呢個車頭燈你都會照住你間屋咧，真係住耐咗可能會影響你哋嘅休息啊、睡眠、精神壓力都會大啲。再加上咧，直路車速會快啲，雖然唔係話成日有意外，但係其實個危險性咧，亦都會係高啲。雖然有人覺得唔安全或者係唔安寧就係咁嚟啦，但係其實如果想改善嘅話咧，都係有方法嘅。喺門口咧放個屏風啦、門簾啦，其實唔單止所謂嘅化煞啊，仲可以減少外面咧對間屋嘅一個干擾嘅。如果門口前面如果係有空間嘅話咧，可以擺啲植物啦、灌木啊咁等等做嗰個緩衝，咁都可以令到人哋視覺上、感覺上都可以舒服好多嘅。不過講到尾咧，其實對於好多嘅華人嘅買家咧，覺得路衝都係比較介意嘅問題，因為擔心可能第時再出手啊賣出去嗰陣比較困難。但如果你話從科學嘅角度咧，路衝嘅問題咧都係可以改善嘅。咁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買樓小貼士。